蘇普以少女樣子示人，到達聖羅市嘅機體研究所，被已拋棄嘅法天瑪幼體嚇到。突然，巴蘭謝及法天瑪 Queen 出現喺蘇普面前，喺蘇普面前將幼體燒毀，目的係讓敵軍得唔到法天瑪。燒毀後，敵軍士兵出現，以為對方係法天瑪可以好欺負，誰不知皇后擁有騎士般能力，三兩下手勢就懟冧晒啲士兵。巴蘭謝同蘇普互相介紹後，巴蘭謝開車送蘇普到國境外，行駛途中受到提密斯襲擊，皇后主動挑戰提密斯，不過失敗。接下來，蘇普主動挑戰提密斯，蘇普先下手為強，立即發出電離子衝擊波，提密斯被突襲，就話你係敗瓦。提密斯使用絕技飛燕劍攻擊蘇普，蘇普勉強硬接。提密斯係有能力打敗蘇普，不過睇穿蘇普真正身份，就放佢一馬。巴蘭謝同蘇普對談時候，從未來回到過去嘅蘇普嘅女卡蓮喺皇后面前出現。皇后殺掉士兵們時候，巴蘭謝解釋皇后冇意識控制，而意識控制係指控制法天瑪基因，唔准傷害主人。巴蘭謝雖然製造咗400個法天瑪，但冇一個比得上佢傑出之作皇后。皇后唔單止冇意識控制，而且戰鬥能力可與騎士相比。雖然如此，仍然不敵提密斯。皇后後來成為提密斯嘅法天瑪，這是後話。提密斯教授皇后飛燕劍，然後皇后將飛燕劍教授 AT。當時可原對戰 AT 時，驚訝 AT 點解識飛燕劍，因為可原唔知道 AT 嘅飛燕劍由皇后教授。此外，修佩魯塔原名叫水龍，駕駛員正是提密斯，而可原師傅正是提密斯。於第4期中，可原與 AT 一起駕駛修佩魯塔。戰後 AT 感觸流淚，因為有姐姐係皇后氣息。換句話說，皇后曾坐過水龍。有關可原與 AT 相遇，可閱讀漫畫第4期或收看第4期嘅影片。